漫画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，好比咱来读汉诗，来了解台湾的历史，来讲清朝时代中部帝万生反，其中带伫咧彰化一个诗人，伊也是清廷的官员，伊眼看4月20迄天，彰化城人讲好守备歹进攻。易守难攻的彰化城，同款叫帝万生拍落来，心内怨叹，写一首7言的律诗，记名讲：挂山何处永静寂，烽火连调上翠微。定这成空挂机甲，望用冤以绝中位。悠悠永可记先实，从出定兵皆有悔。将此应路无落土，经真色路乱蓬灰。是啦，感慨讲彰化城哪会流落这款的地步？满清的要人大官台湾兵备刀孔昭祖，亲身带兵来到彰化，要甲帝万生决。甚至佫指派这首诗的作者陈调兴讲：你赶紧去南投，赶紧去草屯，招募这个庄头的这个壮丁。做伙来抵抗帝万生，谁知影彰化城同款沦陷，所以陈调兴诗句才会写讲：烽火连调上翠微，互相战争战火已经飞去到半山顶，是来感慨过去人讲彰化或者定军山、定济城，咧懊恼咧赞叹讲，咱甲人有在条小克一个，有在条三骹拄机角之势。结果嘛是无人的皮条，过来讲望用冤以绝中位，无啦，援兵拢无半会到，原因诗句内底已经表明，有留勇酷记先实。恁这满清的大官唔知咧创啥，决策遮尔啊慢，造成讲帝万生，当怎啊大尾起来，从出定兵，孔昭祖兵备刀孔大人来到位，计策已经唔对了。所以才会流落，甲讲将此应路无落土，应路汉文解说就是海岸。规个彰化半山街真凄惨，已经互地条村这家人鸡仔鸟啊，甲咱掠甲无半只，人掠佫甲咱厝拆，莫怪诗人陈调兴伫咧感慨，